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7，旧历的3月16，礼拜二。后来这华航新冠病毒的疫情继续炭烧，第一礼拜内有9个筛货机的技师确诊患着新冠病毒。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阁来宣布，增加一个本土病例，就是伫澳洲确诊的迄个印尼籍技师的太太。 我们有新增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，同时还有3例是搭着船员的进来的一个 COVID-19 的一个病例，还有新增的1例本土的 COVID-19 的病例它是我们按1090的同住家人那这个案例我们把它编号为1111它是印尼籍40多岁女性。 那近期没有出国史那他是我们案例1090，也就是说1090，也就是1090的一个家人那他在4月21号的时候就被我们匡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。那时候22号的时候进行采检，那时候是阴性。那他4月26号的时候，他就出现了喉咙干、身体痛、晕眩那恶心、睡不着觉等这些症状，那因此就跟他安排再做一次的采检，那到今天确认他遭到感染CT。后来这个华航货机的技师为着新冠病毒造成的本土病例，阁来增加1例。伫澳洲验出着为着病毒的迄个技师，伊10外岁后生确诊了后，今仔日阁验出这个技师的太太嘛为着病毒，是印尼籍40外岁女性，这个本土病例阁来增加1例。我们新增加。